關於豐盛嘅催眠。而家你放空頭腦，放大你嘅頭腦，彷彿你個腦就可以載住整個宇宙。然之後召喚宇宙裏面畀你豐盛嘅資源、豐盛嘅物質、豐盛嘅金錢，讓你可以創造，自由去創造你自己美好嘅生活。你係值得得到所有最美好嘅嘢。而家你放鬆整個人，讓所有嘅美好從你嘅頭頂嘅頂輪進入你嘅身體，美好嘅能量充滿你整個身體，喺裏面細細咁流動，感受一下呢啲美好嘅能量充滿你每一個細胞，充滿你身體裏面每一個空間，感受到佢哋嘅祝福喺度流動。你值得得到所有最美好嘅。你會知道宇宙無限嘅祝福，無限嘅豐盛嘅資源、支持、援助、引導，都係為咗令你嘅生命更加精彩、更加美滿、更加滿足、更加滿意，讓你可以擁有呢啲資源，創造你豐盛嘅人生，讓這豐盛成為無比嘅愛同光芒。你會可以帶住你擁有嘅呢一切，同理想創造嘅生命，帶住呢種力量，行走過一條橋，由呢一邊嘅你行過一條橋之後，可以去到橋嘅另一邊，將你嘅美好，將你擁有嘅豐盛，將你無限嘅創意、愛心、創造嘅念頭，為世界貢獻嘅念頭，去到橋嘅另一邊世界，將佢哋發放，令到更多人都得到豐盛嘅好處，令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種光芒，呢一種祝福，可以令每個人都更加提升佢哋嘅心智，令到佢哋都得到鼓勵，令更多人都變得心裏面更豐盛、更光彩。咁樣就係你自己，讓宇宙嘅愛通過你，然之後你可以好輕易咁去貢獻你自己呢一份能量，宇宙嘅能量同你自己嘅生命力嘅融合。
令到你生命更有意義、更有成就感，得嘅快樂更加倍增。感謝上天賜予我哋生命，感謝上天源源不絕咁提供畀我哋值得得到嘅祝福同豐盛，讓一切喺你面前嘅都更美好，讓這一切美好嘅光芒越嚟越接近你，讓你可以沉浸喺呢一種成功、豐盛、美好、幸福嘅光芒裏面。Namaste。